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显然这个各大机构、各大媒体、各大中介已经正式上班，已经进入状态从那个摸鱼、吃瓜、震惊，对吧？从那个美以对伊朗混合双打，这种已经反应过来了现在已经开始在正式上班。为啥呢？又开始吹上了首先是央视财经今天报道说，租房市场回暖，深圳租金涨了。随着返工返岗日求职开学人员的回流，广东深圳迎来了租房市场的回暖。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门店了解到，节后深圳房租市场复苏明显，其中南山、福田等核心商务区的租房需求尤为集中。地铁口、产业园周边的次新房及品牌公寓小户型租金明显上涨。业内人士介绍，相对于年前，现在房子租金的价格区间基本会有 5% 到 10% 的增长。像一房一厅，年前可能就是4000出头，现在基本在4500到5000元。这个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呢？深圳的牛马们有福了收入涨不涨咱不知道，工作能不能保得住咱也不知道，对吧？过完年去，很多人有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知道。总之你的租金涨了，裤腰带勒得更紧了还有网友留言说元宵节都没过就开始讲笑话了，深圳的租金涨了，不知道具体情况因为我不在深圳。如果真的涨了，那对深圳的韭菜牛马反正不是什么好消息为啥呢？今天我在媒体上看到有很多关于上班、工作、裁员的事情。首先是这个江苏某大型建设集团全员西岗。西岗什么意思近期江苏一家大型建设集团，反正是跟房地产有关嘛，跟大基建什么有关系，对吧？搞建设的扛不住了，发布了2026年人员安排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最让人这个吃惊的不是说让大家西岗，而是说了一句也就是他这个通知里面最眨眼的一句话，是明确写着集团机关借鉴其他单位模式，全体员工实施阶段性西岗。也就是说，这个大家全部西岗不是我们一家独创的，我是跟别的同行其他单位学的人家早就开始西岗了，我们借鉴了其他单位的模式，全员实施西岗。更令人唏嘘的是，本次西岗期限从2月24日，啥意思也就是春节开工第一天。你春节开工的吧，上班第一天你得到的消息是西岗了，西到什么时候西到4月底，开工即西岗，简直跟哈梅内伊差不多嘛，一开战就走了。更扎心的是第3条规定，西岗期间集团会努力筹钱，记住了是集团要到处找钱筹钱，尽可能给大家交社保和公积金。也就是说，集团想办法把大家的社保公积金给保住，但是个人承担的部分还是要自己掏钱自己想办法找钱交自负，集团代扣代缴。更令人无奈的是，下属经营单位人员不纳入本次西岗范围，由各单位自行处理，谁的人员谁负责。若需裁员，也由各单位自行制定方案，基层压力拉满。这就是跟房地产密切相关的江苏的一个大型建设集团，春节后返工第一天就来了当头一棒，全员西岗。这还是集团的下属单位的你就自己叫什么谁家孩子谁抱走自求多福去吧。你说就这个你还闭着眼吹什么租金上涨、楼市回暖，这还没完这个江苏大型建设集团大年初8就西岗，这还更惨了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自媒体文章，叫初8上班被裁员了，我们公司通知降薪45%，不同意就自己离职，真闹心呐。说一个上海网友说初8刚开工，老板直接甩出一张通知，全员降薪45%，不同意就自己提离职，反正公司是1分钱补偿不会掏。哥们儿发了一排哭脸，房贷车贷2座大山压着，新一年的盼头瞬间被掐灭。就是苦不苦想一想哈梅内伊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哈梅内伊不也是大过年的，对不对？咱们春节还没过完就走了，你这点事算多大点事评论区很多网友说起类似的遭遇，结果发现多数人都选择了认怂，这谁看了不闹心就是说公司降薪45%，他也不走，接受降薪，为啥呢？你一走你找不到工作那不更断吹了吗？说公司选在初8这天发难，多半是算计好的，你刚过完年，钱花的差不多了，
精气神也耗完了，这时候最脆弱，这时候现金流是最紧张的啊，对吧？好的饥荒要黄，这时候要攒钱，是不是？加上现在这就业环境，老板就是赌你不敢动，降薪45%，这是什么概念？收入直接腰斩，很多家庭房贷车贷面临断供，公司不给理由，不给商量，表面给你选择权，其实是逼宫，要么拿半薪苟活，要么裸辞走人，1分钱赔偿也没有。我估计你告也没用啊，这公司估计没钱，要破产了，对吧？但公司也是苟延残喘呀。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会考虑维权，法律上单方面降薪确实违法，你可以拒绝。他说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作为企业员工，对原公司是苏州工业园区啊，这个某科技公司啊，提起劳动仲裁流程，在什么枕甸巷独树湖科教创新区劳动监察大队申请仲裁，要收集很多证据材料，因为跟我打官司的是公司法务部的专业法律人员，要保证立于不败之地，还是要学一点法律知识，至少请2天假。第一次申请仲裁提交材料需要本人去现场，顺利的话去1次，不顺利的话还要补交材料，你还要跑1趟。第2次开庭，开庭的时间你是不能控制的，让你几点去你就得几点去，整个过程下来差不多3个月。最后官方支持了我大部分诉求，相信我这种情况是少数，因为我做事经常不考虑后果，多数人还会考虑。你身上背了仲裁记录，在这个圈子里可就不好混了。你去找新工作， HR 一听你上一家仲裁了，直接就给你简历扔垃圾桶了。所以大多数人选择认栽或者默默走人，正是这种无奈助长了公司的嚣张气焰。实际上啊，仲裁不仲裁不用看这些，你就看公司还有没有钱。这公司如果本身就活不下去，你就算了，你仲裁也执行不了。如果这公司有钱不给，那就得仲裁，不要在乎什么背上一个仲裁的这个记录，无所谓，你以实际效果出发，对吧？你看能不能执行回来钱，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执行不回来钱，你仲裁了没用，你还搭上时间，搭上精力，大年初8降薪45%，不接受的走人，这就是当下经济的一个写照啊。当然不能说所有公司都这样，恐怕有很多公司啊都是走投无路了。实际上网上像这样的帖子非常多啊，然后闭着眼吹啊，这个房价还要暴涨，还要回到前高，对吧？你说租金还要涨，你说让这些人怎么活呢？网上还有个帖子啊，这个孙哥大家知道吧？这个炒币的啊，孙哥啊，我看网上有人发一个截屏，那个孙哥说啊，说 AI 时代全球数字游民候选城市惠州必须要吹爆，开始疯狂吹惠州啊。为啥呢？惠州大家都知道吧，这价格降得很厉害啊。惠州那个什么碧桂园，惠州好的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卖不掉，当初价格高的时候2万多一平，现在都是3000。脚踝长，这个森哥开始吹惠州的房地产，他罗列了啊，这个惠州啊，这房子要爆火的原因，第一个是安全，背靠东大，完胜迪拜，这是惠州啊。说这第2个是房租物价极低，完胜曼谷、新山。第3个是交通，飞机、高铁直通深圳、香港，半小时经济圈。第4个是气候4季如春，完胜纽约、伦敦。第5个是有全广东最好的海滩。第6个是有山姆超市。第7个是有如杭州一个级别的西湖，还有空气质量全球前列，罗浮山远超太平山。说14年后继承东莞30年基业，什么森哥气运之地 AI 时代顶峰相见。2014年以后啊，惠州啊继承了东莞30年基业，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懂啊，大概是指 KTV 吧。有网友就说了啊，这个森哥估计在惠州买了不少房子，被严重套牢啊。现在开始鼓吹惠州，要推惠州的房子。惠州的房子啊，无穷无尽，就它不是稀缺，你要随时给你搞一批出来，随时盖，随时造。广东的惠州啊，已经完胜迪拜，所以说这个现在过完年啊，上班1个星期了，这房吹们开始出来了。我们必须要看个正经媒体的报道啊，这是第一财经报道的，叫直击新政后上海售楼处，从海外华裔到长三角客群，新买家涌入。你看啊，涌入不来不及了。这个前2天温州炒饭团去了，现在是海外的华裔再加上长三角的新客群都涌入上海了买房，你再不买来不及了啊，就这意思啊。这第一财经报道啊，说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一整天的暴雨挡不住人流，1000万级楼盘认购量翻倍。3月1日是上海楼市新政沪7条落地后的首个休息日。
上海多个高端住宅项目人气爆棚。第一财经记者走访发现，从归国定居的海外华裔到来自南通、宁波、温州、盐城等长三角城市的置业者，改善与投资需求集中释放，部分豪宅项目来访量提升30%以上，认购翻倍增长。与此同时，二手房市场线上咨询与成交数据同步走强，价格端亦出现回暖信号。这退休 IT 从业者回国购房，就是国外啊，在国外退休的码农回国买房，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是反向这个叫购房。这不上海人好多把房子卖了去海外，去日本对吧？新加坡美西方买房吗？怎么还有美西方退休的码农回上海买房呢？这双向奔赴啊。说确实是因为得知上海发布了楼市新政，才选择到这里进一步了解的。这是我看的第一个楼盘，在距离外滩约1公里的外滩瑞府项目。第一财经记者遇到了前来看房的归国定居华裔张先生。尽管3月1日当天上海下着倾盆大雨，但是在该项目售楼处现场，记者看到有10多组客户在同时看房，楼盘沙盘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购房者。这个场景是何等的这个喜气洋洋是吧？外面是倾盆大雨，室内大家在聚精会神的看楼盘沙盘，这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啊？我感觉这是躲雨吧，没地方去，反正闲着闲着对不对？听你怎么吹的，这雨一停人家走光了。在气氛颇为热闹的售楼处，张先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出国打拼了几十年，从事 IT 行业，前阵子刚刚退休，选择回国定居。原本张先生及其家里人都没有上海购房的资格，张先生和妻子在国外几十年，已经是加拿大籍。张先生的岳父岳母都是老上海人，但是年轻时因知青政策去了安徽，后来大半辈子都留在安徽工作，退休后才回到上海，一直都居住在老房子中。我的岳父岳母退休回上海后，早已办理了居住证，但是没有上海户口。张先生说像张先生这样的家庭，他们始终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和紧密的联系。2代人退休后都选择回归上海，他们也有能力在上海购买更好的房产，却因为过去的限购政策而没法置换房子，升级居住条件。你说满足这种条件的人有多少，对吧？这种不能说凤毛麟角的，但是绝对不多啊。相当于以前的上海知青下放到安庆、安徽，然后又回不了上海，老退休了跑上海待着，有钱但是没资格买房。下一代在加拿大有钱也不能在上海买房啊，这回这政策一放，他就有资格买了。你说这样的人有多少呢？2月25日，上海楼市沪7条新政落地，限购政策大松绑，不仅外环内购房的社保要求3年变1年。说新政落地当日，张先生一家就打算以岳父岳母的名义去购买一套上海房产，改善全家居住条件。3月1日是新政后的首个休息日，张先生一家开启了看房之旅。那是给岳父买房啊，不是张先生买房啊，对吧？不是一个加拿大人回到上海买房，是给他岳父买房。在我看来，要说全球最适合投资置业的城市，上海和纽约是第一梯队。我在多伦多、拉达斯这些城市都住过很多年，也不时回国。上海的城市治理、居住环境、生活便利度都位居全球城市前列。张先生表示，正是他多年的国际化工作生活经历让他坚定看好上海。这张先生运气好啊，没赶上那个口罩啊。说实话，口罩之前是可以这么说的啊，上海是全球最便利的之一，没毛病啊。但是3年口罩让好多人一下就惊醒，是吧？很多老外纷纷把房子卖掉跑路啊。南通、宁波等城市来沪购房者增长，像张先生一家这样满足居住证购房条件的购房者，在当下上海楼市看房客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上海链家员工张文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沪7条新政出台后，他所负责的新房项目链家带看量提升了200%，之前每天8至10组带看，现在每天20组以上，周末则能达到40组以上。新政对市场的刺激作用非常明显，在新增客户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居住证满5年人群，在总量中占比达到20%到30%。我们的客户中有长三角区域给的父母给子女置业，之前只有1年多的
社保还需等待，但现在有了内环内购房的资格，还有居住证满5年的，这次也有了资格。之前非户籍家庭满足社保条件也只能买一套，这次新政可以让他们先买再卖，让置换更从容。这些客群在新政后咨询量特别高，很多都从外地来上海看房，给上海市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该营销负责人表示多家受访楼盘都提到了外地客户专程来上海看房买房。华润上海公司外滩瑞府项目销售总监对记者表示，新政后来访客户量提升了 30%， 因为高端客群总量相对固定，这一提升幅度对于总价2000万元以上级别的楼盘来说是很大了。2000万以上的跟韭菜也没什么关系啊。他表示在新增的外地客群中，来自江浙地区的客户最多，排名前列的城市包括南通、宁波、温州、金华。这些城市有一些共性，他们的制造业或者贸易业很发达，而且都跟上海联系紧密。这些城市的部分客群已经第一时间感受到了信号，他们或是之前在上海就有生意往来，或者是子女在上海读书生活，已经有了1年以上的社保或税单。新政后来访客户中说企事业单位公积金较高人群到访量出现显著增加，受益于公积金贷款新政，这些人群可撬动更多公积金贷款。你说2000万的房子，你公积金贷款能贷多少啊？这不是胡闹吗？这吹牛也不会吹啊！什么减轻月供压力，买豪宅的人还贷款是吗？月供3万、5万、10万。此外，该项目也有来自南通、苏州的客户前来看房，想通过缴纳1年社保在上海购买房产。也有部分客户的孩子在上海读大学，家长以未雨绸缪给孩子布局上海房产。除了新增客户显著变多，存量客户的决策周期也在缩短。一名暗场营销人士透露，原本客户平均决策周期为11天，新政落地后已缩短5天。之前很多来看过的客户因为各种理由还在观望，现在新政出台后，他们的心态有所变化，很多楼盘已经称要回收优惠，也就不优惠了啊！你再不买来不及了，赶不上这趟车了。我们这边即便不做调整，但也可以肯定，客户再等下去不会有更多优惠，会保持前后优惠一致。第一财经说二手房出现价格回暖信号。尽管业内普遍认为此次沪7条利好外环以内板块以及新房市场，不过从市场实际表现来看，主打刚需市场的外环外板块以及二手房市场也在走强。上海链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月28日贝壳链家日活跃用户量同比今年1月工作日平均水平增长了 28%。二手房线上咨询量上升 59%， 新房线上咨询量上升 106%。上海链家研究院称，随着访沪人员，就是春节过完了啊，大家都回到上海了，持续增加，预计后续带看量将保持稳步上行态势，市场回暖趋势有望进一步巩固。房地产中介机构太平洋房屋则表示，最近1周该公司整体新增客户数量增长了3倍，尤其是新政落地后，客户咨询量呈现爆发性增长。外环外一家门店近几天的咨询量相比新政前增长了 50%， 外地户籍购房者占比达到了 10%。 太平洋房屋还表示他说近期新增房源明显减少，挂牌单价微涨，成交单价环比回升，业主心理价位同步上调，溢价幅度有所收窄并保持相对稳定，整体呈现价稳理性成交，节后逐步回暖的态势。总之说这个接下来3月则是关键点，政策红利的释放叠加春节期间积压需求的集中入市，3月成交量有望创造新的纪录。而在成交量企稳背后，价格回暖信号也已出现。这就是第一财经这个春节以后开始干活了，上班上海的豪宅市场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上海的新房市场也没有参考意义。上海的新房市场它就没跌过一直在涨，豪宅也是，对吧？这不要说2个亿一套的，2000万一套的，哪个牛马韭菜买得起上海成交的主力还是400万一套的，就那附近，那个才是真实的现状，那是牛马咬咬牙能够得着的。实际上这个中指研究院还科尔瑞发布的2020年2月份房地产的这个价格销量已经说明了2月份无论是价格销量都在下跌只是跌幅少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也不能唱空房地产，对吧？也不能轻易说房地产要崩盘一塌糊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中国的房地产难以再现大涨，对吧？就把这种情况要排除掉。我们现在求的是房地产能稳住，能够什么良性健康发展，大涨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从
从历史来回顾啊，过去大涨的成因与不可持续性。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大涨源于多重因素叠加。首先是城镇化进程加速。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启动，城镇化从30%飙升至2025年的65%以上，新增城镇人口超过5亿，催生海量住房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啊，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啊，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从不足1亿平方米增至18亿平方米，年均增长率超过10%，就一年卖1个亿平方米的房子到一年卖18亿平方米，20年。其次，人口红利释放。1980年到1990年代婴儿潮一代进入购房年龄，适婚人群占比2000年的25%升至2010年的35%，推动刚需房爆发。同时啊，低生育率导致家庭小型化，人均住房需求从20平米增至40平米以上。这个就是啊，一是城镇化飞速发展，第二个是人口红利释放，第三个呢，那就是跟政策有关系。政策刺激如金融杠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房地产成为增长引擎。宽松货币政策下，房贷利率最低至 4.5%， 首付比例 20%， 杠杆效应放大需求。2015年到2017年去库存政策进一步推高房价，就是涨价去库存呢。一线城市年涨幅超过 20%， 这就是政策推波助澜。第四个是投资属性强化，房价持续上涨吸引热钱，这就是咱们以前老说的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因为这房价持续上涨，没有比炒房子更赚钱的，没有比炒房子更稳赚不赔的，所以说吸引了大量的热钱，投机需求占比一度达到 30%。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房价指数同比涨幅达到 12.4%， 创历史新高，就是一年涨了 16%， 房价全国平均啊，还不是说北京上海这种有很多地方对吧，都是翻倍的涨，深圳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前20年这房价这么暴涨，它的原因对吧，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涨，那涨了这种可持续吗？造成上涨的原因对吧，它就没有了。首先是城镇化率接近饱和，第二人口红利逆转，老龄化加剧，第三个是杠杆已经过度了，咱们居民的负债率够高的了，已经背不起了。2025年房地产开发贷余额超12万亿元，不良率升至 1.83%。 那政策这一块呢对吧，以前政策是加杠杆鼓励，现在政策是叫房住不炒，抑制投机，也就是过去让房价涨了20年的这个4根支柱啊，它都没了，然后你现在就坐着喊说房价还要涨，还回到前高，那什么道理呢？最后就剩下一个放水要通胀，只有房地产才能抵抗通胀，这不就跟说笑话一样吗？所以说现在这个楼市啊，你要希望它大涨，还指望楼市买了这个发财，这种可能性就没有了。因为第一个，当前的市场数据也不支持这个，市场数据咱就不说了吧，对吧？中指研究院科尔月的数据已经反映了情况，咱们解读过了。第二个是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导致需求端萎缩，结构性障碍。但是这个大家也记住了啊，人口在萎缩，你也不能排除个别城市人口还在增长，比如上海对吧，或者深圳，那全国很多人往哪儿跑，那的人口当然能涨啊，对吧？所以说它就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如果上海的人口在增加的话，那意味着其他地方人口在加速流失，是吧？加速下降，那个地方的房子就更不值钱。刚才那个第一财经报道啊，都是长三角啊，都是什么南通啊，是吧？宁波啊、金华的客户跑到上海买房，你就知道从这个新闻里面你就要知道，上海一旦放开限购，它是吸周边的血啊，对吧？周边的这些人跑到上海买房，那他就有可能把当地的房子都卖掉这就是结构性的矛盾了。人口是房地产需求的核心驱动，但中国老龄化与生育率下降正削弱这一基础。联合国预测中国总人口2023年达峰值 14.01 亿后逐步下降，2050年降至 12.3 亿。老年人口比例从2000年 6.46% 升至2050年的 25.3%， 老年抚养比从 8.3% 升至 16.8%。 老龄化如何影响需求？生命周期理论显示，35到49岁是购房高峰期，但这一群体占比从 57.6% 降至2030年的 49%， 65岁以上老人占比升至 38%。
他们倾向卖房套现而非买房。实证研究显示，老年抚养比每升1%，抑制房价1%到2%。你看看啊，这个道理也好理解吧？就是买房的主力实际上应该35岁到49岁。实际上你50岁以后买房，你贷款30年，那80啊。虽然现在好多银行允许啊这么干，实际上你说你还按揭贷款还到80，所以说买房的主力军是35岁到49岁。但是这个35岁到4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对吧？它的占比是一年比一年少，到2030年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只有49%了，对吧？这人就在减少，人口下降。而且这个年龄段占比也在下降，那你就买房的人就降得更多。而老龄人口他是倾向于卖房，把房子卖掉。生育率下降加剧问题，中国总生育率从 1.8 降至2025年 1.0 以下，适婚人群减少。2020年后，初婚登记对数从592万下降，家庭规模从 3.44 人每户降至2050年的 2.4 人每户。这虽增加家庭数，但整体需求萎缩。那最重要的是区域分化加剧啊，也就是结构性矛盾。一线城市人口流入支撑需求，但3、4线城市人口外流，房价承压。惠誉预测啊，老龄化将使3、4线城市需求下降30%，人口红利逆转，需求端难以支撑大涨。最起码你要记住了，3、4线城市这房子是只有住的功能了，你千万不要想着什么投资，也只有1线城市或者2线城市一些核心地段，恐怕有投资的价值。债务风险与违约潮，供给端信心崩塌这个主要说房地产违约啊，房地产暴雷这个都好说啊。那么下面一个就是政策调控，政策转向，这是最重要的，从刺激到抑制的大转向。实际上2016年以前政策都是在刺激房地产，2016年以后房住不炒以后啊，都是在抑制。政府调控是房价大涨的推手，但如今转向房住不炒，对吧？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房住不炒，2026年继续强调，国家所有的政策到现在为止，除了所有的政策里面没有一条说要让房价大涨，说的都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什么良性循环。所以炒房的就不要在那儿造谣。而政府多次提的止跌回稳，也不是刺激大涨，是要稳。所以说啊，你看现在政策也没有说要大涨，都是回稳高质量什么，对吧？良性健康发展，没有一个政策说要刺激房价涨，这是政策方面。那国际机构的预测啊，下行压力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投行、穆迪等预测中国房地产继续下行。世界银行预测房地产投资下降，2020年房价继续下跌。穆迪称销售降幅放缓，但价格压力持续。惠誉预测老龄化抑制房价，3、4线城市要下降30%。所以这是国际机构的共识啊，就是大涨无望，下行风险加大。那么从大的经济环境来说啊，现在房地产也不再是整个经济的引擎，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房地产的角色弱化。十五五强调经济再平衡，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房地产占 GDP 从 13% 继续下降，转向消费、科技、创新，对吧？现在是叫高科技，是吧？硬科技这些新兴产业在纷纷的取代房地产，也就是经济在转型。所以还想回到过去炒房子，这个想穿新鞋走老路，那不是以前不白干了吗？如果还继续炒房的话，那为什么2016年开始刺这个泡沫呢？所以很多人搞不清这个政策啊。所以总体上说啊，中国房地产难以再大涨，人口萎缩，债务高企，政策趋严，经济转型等因素锁定下行通道。所以我们的结论啊，这个大涨不要想了，现在最好的结果是稳住。那现在它怎么能稳住呢？不知道，那还得观察，是不是还要往下走啊？还想抱着过去的思维，对吧？还想房价暴涨，并从中，对吧，改变命运，这个想法过时了啊！早点收了这个想法，把买房子当做消费，对吧？有钱你就买消费，没钱就租。总之啊，你要相信未来住的是越来质量越高，对吧？你不用住桥洞，也不用住什么地下室，是吧？住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只要你花钱。所以这个5月份以前啊，你会看到很多中介房吹在那鼓吹房价也要涨了，赶紧买，不要慌，把心态摆正。即便买，那也是消费，端正态度啊，不要抱着炒房的态度去买房，对吧？不要抱着什么我一买再过2年一卖我就赚钱，那你会大失所望，甚至会掉入坑里面。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